阿豹因為身體圓潤，令到佢跑得比其他獵豹慢，令佢感到自卑。但佢選擇接受自己嘅不完美，即使跑得慢，都願意一步一步向前跑。而家嘅佢會為咗自己每一次嘅跑步而感到驕傲，開始敢於做自己啦。生活喺外貌主義社會中嘅阿灰，因為佢剪衰咗頭髮，就覺得自己唔夠特別。但係其實佢發現做自己先係最舒服㗎，唔應該介意人哋嘅目光同意見。自信嘅自己就係最閃耀嘅自己。生活喺成績就係一切嘅傳統社會入面，阿賴曾經因為成績嘅唔理想而難過，但係佢而家開始明白，成績並唔係唯一一種途徑去決定佢嘅未來。而家嘅佢開始明白，學習並唔係為咗證明啲咩，而係為咗自己嘅努力而成長。小馬因為塊面上面嘅壓力瘡而覺得自卑，淨係想匿喺屋企，邊度都唔想去。但係佢學識咗用跑步嚟釋放壓力，明白皮膚係有時好有時壞，生瘡係青少年期正常嘅現象，係我哋成長嘅證明。大家好，我哋係 Embrace， 我哋相信擁抱脆弱可以玩出自我。HSBC-JA 青年創業體驗計劃創意市集，依家創夢闖未來。3月7號同8號約埋朋友仔一齊去啟德零售館1及2支持我哋嘅自家設計，到時見。